着使命的生命。我们尽一切可能的供养你，请你记得我们的努力。当你回到生命的故乡，你要为我们说一些好话。请你不要害怕，他是最优秀的射手，箭射进你的心脏，不会有鲜血流下。纯洁的晚上，用力地唱出生命的旋律吧。如果假装慈悲，逃避自己的黑暗，让谎言壮大，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王爷已经押走了瘟神，享用了我们供养的宴席。王船已经停靠就绪，水路也已为您开启，恭送生命们返回天庭。星辰浩渺的星河。今天是2月29号，然后大家如果要打卡的话，欢迎明天打。